爸要走几分钟尔呢。拄啊好，咱田人师交数林经理去甲伊看，敢若搁过阮日子嘛迄边。啊，我来甲伊洗，用水甲伊洗面，养茶互伊食。会甲伊讲，好啊，你啥倒遮休息？啊，我来煮饭。我去煮一顿饭了，人伊走啊。我调工迄个日本饭嘛吼，迄问我调工老安尼。我去煮饭，啊煮了行过来甲看，伊无咧喘气啊。啊，所以他走得很快，哦，啊，就是讲你因为伊无挂碍，所以你有引导他，他就没有挂碍，哦，啊嘛袂痛苦哦。啊，过来第二个就是秀观，秀观大家拢知影。也变无声。完全没声音了。甲秀观求助鼻头，迄天拄啊好9月28号晚上，求助鼻头了，因甲伊送安怎敬地去。啊，好势因会打出国回来尔，我讲我明仔载才该去，伊伫台南。但是我知道秀观伊心里挂碍的什么事，所以呢，他拄啊。迄个法师讲诶，你要引导的人必须知道他心里很挂碍的，爱是很在意的是哪一些事情，你才能帮他做引导。所以去的时阵吼，我第2天因为伊咧伫加护病房的时阵拢有时间嘛。啊，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嘛是安尼甲伊讲，但是我伫厝内都有准备一个手机，甲录迄个啥，录郑怡讲的话。因为大家拢知影秀观做听郑怡，所以他应该也有割舍不得，吼。所以呢，我就安怎先去先叫伊讲话讲一个，甲伊引导。我讲，你自少年就叫经理出去咧帮办，也知影通好修行学道，做遮尔一个代志。所以你要走的路应该是很光明的，吼。但是我知影你做袂，你过去做听郑怡的。所以呢，你换袂放心伊，我正里要讲话互你听。结果伊是目睭开开，我甲放手机互伊听。正里甲伊讲啥？姨婆，我是正里啊，感谢你这一段时间这么的照顾我，这么疼我啊！我已经长大了，以后我会听阿嬷的话。哦，请他放心。连续我甲伊录3届。结果我放互伊听了，秀观虽然目睭开开倒伫个遐，但是对目尾流目屎落来。啊，我就出来，我就甲因姐姐讲，甲阮迄个丽香因姐姐，哦，阮堂妹讲，注意晚上跟明天早上，真正伊是隔天早上尔，1点外，反1点20左右伊就走啊。过来就是郭桂春，郭桂春吼，迄阵发生迄个代志，医生嘛教。福基组长因讲3天至5天尔，但是呢，我去看丽珍啊，丽珍吼，伊拄啊加工要动手术，啊，阮去医院去甲看，拄啊好第7天啊，啊伫遐谈讲，啊郭桂春医生讲伊迄粒去抵着脑部的迄个脑干吼，袂当动手术，所以叫因做最歹的拍算3至5天尔。但是明明第7天啊，伊得昏迷不醒，伊都毋甘愿走啊。啊，我要去甲伊看，但是加护病房迄阵，佫敢若有疫情还是啥，暗时也无开放。我加早啊甲去，加早去甲伊看，福基先生交右手，啊袂到发生到，所以我衫啊清清的入去。你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去的时阵吼，我是对阿准的手甲牵的，我的手甲伊牵的，啊我甲伊叫，我讲阿准，阿准。我有姐啦，我甲伊讲话的时阵，我讲我有姐，迄个吼，伊的迄个心，迄个头壳尾顶无拢有安一个，像迄个心电图，迄个还啥，迄个啊做脑波还啥落迄个仪器，结果伊也哔哔哔哔一直跳，跳出大声，啊我伫遐一直咧看讲，啊是安怎？太讲阮
官会咧比啊，边仔的人迄太拢无咧比。哦，啊，护士看到尔，随走来，伊甲我问一句话，伊讲：啊，小姐，请问你是他的谁？我讲啊，我是，阮是道亲啊，好姐妹。我讲为什么只有我们的在逼？伊讲他有感应。你看哦，所以我去对手甲牵的，我甲讲我是吴姐。哦，啊，听伊讲你身体出状况，我讲啊，这条路吼。听起来头啊会足毋甘，但是这条路毕竟大家拢爱行，啊，所以呢，你这段时间你也知影通好收，啊嘛有清口，啊，迄阵咱遮拄好有办啥办入照，啊，郭桂春吼，伊是拄啊好有咧带入照咧陪因诵经读经，所以我讲哇，你功德无量，你尾啊这段时间会当陪这老菩萨，大家伫遮咧读经。迄老菩萨，大家拢足欢喜的，哦，啊，都无法度通来甲你看，我们就让他知道说他做的事情是对的，啊，所以呢，大家拢甲你做赞叹，啊，所以你嘛爱做放心，但是我知影你上袂放心的是阿明交组长，我甲伊讲，因先生交因儿子嘛，我讲，但是你放心，只要因两个若无离开道场。咱的道场就是伊上较大的靠山。我这样告诉他以后，伊嘛是赶快目屎流落来。结果我拄啊交伊讲甲要了啊，因先生叫阿明入来，组长叫阿明入来。结果一文会当两个人尔，阿明先出去，右手先出去。啊，组长叫我伫遐，啊，我叫伊讲一寡代志，因煞互组长知影讲我甲伊讲啥。啊，了后的时阵吼，甲伊引导讲。叫伊爱放下，这条路大家拢爱行的。哦，啊，咱我阿爸若有机会搁生源再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来用功了完。结果我叫伊讲了的时阵吼，怎啊出去赶紧互阿明入来，因为有限时间啊。我赶过丽珍遐，伊拄啊好去排要手术，因为迄营养我就甲伊讲，你放心，你会排到第一刀。结果呢，因先生交因囝拢伫遐咧恭送弥勒救苦真经。我甲伊问，伊讲有影排到第一刀。哦，结果我讲好啦，放心，恁继续，我转去。安怎呢？迄个组长交伊毋知伫遐讲的。结果因转去走到红河尔，就去互护士叫倒转来啊，讲危急，叫因紧转来。你看。有时候那一些人走不开，是因为因内心有所挂碍，拢还未放下，所以要甲伊引导的人，一定爱找出伊这段时间，刚刚伊做了真好，我们赞叹他，鼓励他，让他产生正信，所以呢，这条路安呢，他就怎么样，伊就放下，伊就走啊，过来。就是过两年姐姐，我无去到病院哦，因为平常时啊，伊伫还未要走的，伊还未走的时阵，他有一种恐惧感。伊若下早时啊传来互我，你敢知影？我上头毋知影，我若随甲点落去看，伊看到伊拄尔，伊就用敲电话。啊，你下昼你几点要过来？来我遮食饭。他就伊的。有一种恐慌，因为伊患着癌症，啊，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恐慌，足爱判，伊会怎啊无判，伊会足恐慌的安尼，不安心，袂放心，啊，所以若伊读伊就毋免3分钟，就随过来啊，电话就来啊，啊，结果后来我知道，我就无用了啊，带去甲伊的落去伊读，啊，我就甲讲吼。我若过你就加煮遐一项，卖，我会倒到下晡啦过陪你。所以后面那一段时间，我1个礼拜有时候去了5趟。等甲伊带院要走的迄天，我印象足深的，因为我敲电话去，啊，因迄个系顾的迄个甲我讲，伊进入安宁病房啊，我甲讲，啊，伊进安那？伊讲在困，我讲来。你甲开视讯，我叫迄个蔡先生甲开视讯，
你甲开始信，甲举到耳孔边，我就甲伊叫，叫的时阵吼，伊有精神，因为伊本来困，伊开始信的时阵，我会看到伊啊，伊喙开开在困，所以呢，我一直甲伊叫，我讲你甲拄到耳孔边，我甲伊叫，讲姚王，姚王，精神啊，目睭开起一个，我有解，所以呢，一直甲伊叫，到尾伊真正目睭开起来。目睭开起来的时阵，我甲伊鼓励，我甲伊讲吼，你这一段时间做得很好，会晓通好鼓励你的小弟小妹，通好好啊，行修行学道这条路，好好啊学经典。你这个大姐做得很不错，我嘛知影你对妈妈嘛袂放心，不过果然伊是一个做孝顺的的弟弟，伊会当替你甲妈妈顾甲足好，所以呢。我交伊讲了，我伫遐不断甲伊引导的时阵，讲了电话8:44开。你刚才经过半点外钟，无到1点钟，我接到阿峰的电话，伊甲我讲：吴姐姐，我真要转去南部啊！迄个阮姐姐讲咧危险，伊要拼出来坐高铁，通好倒转来。所以你看哦。本来一个人若足袂放下的，通好走，但是你有甲伊讲了，互伊感觉讲，伊安怎，伊毋免恐惧，伊会使放下。其实很快真正足紧的。所以我会记，我搁家己电话起讲8:44，我打卡尔，9点外阿峰着因妹妹着敲电话互我讲，伊要赶坐高铁，通好转来。讲迄个蔡大哥甲伊讲吼，医生通知讲真紧啊，讲要开放叫人会使去甲伊看，无伫迄个安宁病房的时阵，有当时我若无要互伤侪人看，还是安怎？医生开放讲，应该他很快就会走，叫人赶紧，若有要甲伊看。所以为什么我要起来说，就是讲真的，如果家里有那一种安怎？真正是严重，但是一个内心有执着，一定要好好的引导他，伊互伊会当赶紧放下。若安尼伊要行的路，才会当行向光明的。因为那一个念头，伊若一旦拢放下的时阵，对伊后壁是足大的助力，是好的路。因为人就是惊讲，伊要走啊。结果伊心肝内阁有足侪不安，是不得已走的，伊无真正放下伊是很不安，阁叫啥？迄个有一点遗憾，如果是走向这样，阿爸来生不一定会改好，真的这个都有影响所以一定要，我们如果家里还有长辈，我们一定要了解，若安尼的话，你就知道说。咱这回得到这个人心，大家拢本来就爱行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慢慢引导他，伫过去咱还未开这个班的时阵，我就咧甲因讲，未来的这个引导这个临终的关怀，这个引导是很重要的一堂课，真的，因为你若无甲伊好好引导，第一，伊放无下。第二，伊凡事会拖足久；第三，他也会留下遗憾。这个对他要走，或是来世搁来都不会太好，拢有影响所以我才说经过的4位这是拢我亲身经历的，所以我拢甲因讲，迄人我都总唔爱去看，因为我若去看，因若足严重我若甲伊讲话讲的，伊就想要走啊。我就无爱去甲因看到，搁互伊加留一站嘛，无看了尔，就随便走啊，安尼太迄落嘿。好，谢谢好，谢谢吴杰处长。这4位前贤非常的有福报啦，相当有福报，因为碰到一个贵人。各位前贤，咱可能拢会想讲有一个达到最后咧讲伊做无介意去看伊讲的，因就做想要走。其实这个身体若真正无好用其实时间若到，就当放下。
这最重要的。咱来上或许上几节课有甲咱问过嘛吼，咱若生病，教授呢？以前呢？结果你什么远东科技大学教授呢？身躯啊拢袂当叮当，但是你的头壳足清楚，倒一个月、2个月、1冬、2冬，你敢袂？或许相信，即个时阵大家拢无爱，吼，因为即个身体就无好用啊，吼所以会当离开咱就打放下，吼所以好好的引导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各位浅显，咱来思考哦，这4位浅显吼，因是做有福报，开人当着贵人哦，咱吼各位浅显，咱除了爱有福报以外吼，咱修行人爱有智慧。啥哪有智慧？因为家己的石头，家己搬，毋茫讲咱的石头，别人帮咱搬。这阵你着爱去想，别人敢知影我的大石头是啥物？敢搬着粒？伊明明都毋是即粒，结果去搬另外迄粒，都无采工啦吼所以或许咧甲咱过先探讨吼，咱既然行入来咱的道场内底修行，嘛来听道理，嘛来听经闻法，所以这时阵咱来慢慢把真理放伫咱的头壳内底，慢慢就知影去放下。所以咱这个华严经有甲咱讲一段经文啦，这大家拢有听过。伊讲一切众生皆具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什么？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各位先生敢知影？迄粒大石头就是执着啦。那一颗大石头就是咱的执着啦，咱放不下的那一个执着。有时候是执着在这个别人怎么对待我。有时候是执着在我很喜欢什么东西，舍不得离开；有的会很执着说我不知道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很害怕。其实咱真正有好好来听经闻法，知影咱未来的世界，咱的弥勒净土各位浅显，咱的弥勒净土是一个足光明、足好的一个净土世界。咱这个佛经内底有讲伫这个咱的弥勒净土有2个天人，就住伫遐的神仙啦，因咧开讲，这个或许是 A 神仙，这是 B 神仙，或许咱问讲，你敢知？迄人世间的人有够戆，有够戆，有够戆。伊就问讲啥呐？伊讲，你敢知迄人世间的人因为咱的涂骹伫遐咧拼性命呢？因为弥勒净土的涂骹啦，伫遐抬来抬去，伫遐咧拼性命啦。各位先听，或许一开始听到这或许想讲奇怪，伊咧讲啥？慢慢尾去了解了，或许较知影咧。咱的弥勒净土遍地黄金呐。弥勒净土的涂骹是黄金做的啦。各位先生，咱伫即个人世间，够有人因为黄金伫遐抬来抬去的，争来争去的，夺来夺去的。即个黄金其实无一定是真正的黄金啦，这是咱讲的钱啦。各位先生，就是安尼呢，所以因迄2个神仙伫遐咧开讲咧讲安尼啦，我人戆啊。因为咱的涂骹伫遐咧拼性命，以后咱若去迄个所在是一个足光明、足好的世界，各位先生，咱敢会惊？敢会惊死？或许一开始第一节课就有咱先生分享过咱一般人会惊死就2个啦，一种就是人世间的物件我放袂落啦，我的家庭。我赚的钱，我一世人打拼的什么物件，我放袂下，因为人个代志放不下，所以我唔甘愿死。第2种人呢，就是咱去迄个台湾的电视剧惊到啦，是安那？因为台湾的电视剧安那甲咱讲。
人死了就迄牛头马面，乌白无常，啊，摕迄铁链，把你绑登去，啊，绑登去的地狱阎罗王遐去审判，啊，迄个所在够足恐怖，有啦吼。所以咱去有台湾的连续剧惊到啦，啊，或许伫佛经内底去找答案呢，各位先生，免烦恼哈，咱袂去阎罗王遐，咱的即个，咱的。台湾的连续剧，甲咱讲吼，人死了爱先去阎罗王遐审判，啊，较去六道轮回。或许伫佛经内底找到的答案吼，是你一定爱去到地狱，就是你堕入到地狱道之后，你才受阎罗王的管辖啦。你没有你堕入你投身到人道。这个天道、阿修罗道、畜生道跟恶鬼道都不受阎罗王的管辖。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民族信仰的错误认知。佛经，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写的清清楚楚的。那各位先生想讲啊，那无阎罗王在咱审判，安尼咱以后要去倒？家己知影家己要去倒，是安那？因为这个偶义大师吼，伊就提出一种讲法，叫临终三随。什么叫三随？哈，第一个叫随众，第二个叫随喜，叫随念。第三个叫随喜，各位先生，所以我们人哈，这后边还有中阴身的阶段啊哈，这个是中阴身结束后，我们要投身到哪个地方去，就是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叫随众，随众的是咱人哈，在人世间特别喜欢。什么东西？它叫做欲望啦，欲望。特别喜欢什么东西，特别放不下什么东西，那以后你投身的世界就会随着这个很重的这个欲望投身到另外一个世界。啊，各位先敢知影？咱若贪念重的，就投身到恶鬼道；嗔心重的，就会投身到阿修罗。然后痴心重的就会投身到畜生道，对。啊，如果贪嗔痴造成了我们造的很多的恶业，那就会投身到地狱道。好，所以这个是随众。所以各位先生吼，为什么咱伫儒家思想嘛，打咱教爱安那爱中庸？你不要太喜欢什么东西啊，也不要太讨厌什么东西，其实要把它拉平。好，因为如果拉平之后，你就比较不容易随众。啊，第二个呢叫随念，就是咱要临终前的想法，会决定我们下辈子要投身到哪里去。什么意思呢？咱较早伫拢有是迄个报纸有看过，就是有一个囡仔吼，伊落落去迄个海内底，啊，结果咁要淹死啊，啊边仔有一个人吼，就跳落去来救，啊，结果呢，囡仔救起来啊，结果跳落去要救迄个去互大海冲去、翘去，各位像敢知影？迄个跳落去要救囡仔的迄个大人，伊要临终的心念。思念拢是想要救迄个囡仔，所以他下辈子投身的地方一定是很好的地方。所以咱这个玄天上帝有无？伊是不是有一段故事叫这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就是随念。所以我们要临终前的那个念头很重要啊，各位亲，但是重点就来咯，我们有没有修行到我们临终前还可以保持善念，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修行到我年老了之后，我身体的病痛也不会干扰我的心。有时阵吼，咱的心少年的时阵吼，身体好的阵，
修这个心吼好修，但是慢慢啊，若生病了，病个一段时间之后，咱的心会不会被身体所拖累？如果会，那就代表我们的修行还不够火候，所以我们要更加油。所以或许听在讲的吼，咱爱家己救家己，不要总是想要靠别人来救我们。好，所以咱一定要先想办法，让家己先明理，所以我们能自救。那我们自救了之后，我们身边如果有没有修行的家人或朋友，或者是修行还没有很有火候的家人朋友，我们才可以去帮他们。但是重点是家己爱先，而且咱爱记者爱家己讲吼，以后咱靠家己哈。卖靠别人，这最重要。第三个叫随喜啦，就是咱的习性，咱的习性嘛，决定咱下辈子要投身到哪一个地方去。好，所以这个是林中山水，它就没有阎罗王的审判这一件事情。各位现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修行人最重要的要创造第四个随。修行人要随什么？随愿呐、各位先生，啥那咱千靠以上，逐当拢爱去入新春湾，要重发心愿。为什么？因为我们修行人最重要的要随愿。我愿往生弥勒净土，我愿往生老母娘的身边。好，这个愿吼爱达。发落去，因为这决定咱后世人要去的所在到底是什么所在。好，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亲爱的，我们从现在开始之后吼，来听课爱认真听，有唔捌的爱问，问了爱来记起来，爱来落实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好，互咱的修行越来越有火候。越来越有智慧，这样咱临终就不用靠别人，靠我们自己。OK 啦哈。那果海法师今天的重点其实还是在帮助比较没有修行的众生。好，他比较没有谈到这个有修行的状态，他谈到的是没有修行的对方，我们要怎么去帮他们。好，所以各位也是呢，我们刚都谈到那个临终三要的第一要而已，还有第二要呢。而且咱第二要较少在做。第二要是啥？助念啦。咱有在帮咱的亡者助念8个小时，有啦吼，有啊。我们道场比较没有这个讲法，但佛教很坚持，因为他们要修弥陀净土嘛，西方极乐世界嘛吼，所以8个小时就特别重要。但是我们如果可以，也在这8个小时之内，也要努力一下下。好，我们往生的弥勒净土，如果可以，我们的弥勒救苦真经，我们的第二宝的无字真经，要在这8个小时之内，要如实的去执行。好那家己无法度吼，厝内底有人能互相顶替一下。好，这个或许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啦，哦 ，OK， 那或许跟大家分享哦，简单分享到这边，或许留一些时间哦，交给我们的点燃师来帮我们做收尾，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课程，那感谢各位前贤的莅临，那过程当中如果讲错的，恳求贤佛慈悲赦罪，各位前贤给后学的指正，那最后祝大家都爱身体健康。福慧具足，谢谢。市长领任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安啦吼，剩后壁几分钟呢，
哦啊，因为讲上好的讲师就是时间到爱闭班嘛吼，安尼，吼啊，因为英文国外讲师呢，法师啦吼，安尼甲咱讲，咱应该有清楚啦吼，其实讲起来呢，嘛就是讲会当安顿我们的心，他都传辉顶顶伊有去讲着，当然国海讲师法师呢，伊所讲的是较针对没有在修行的。所以我们在修行，人修行重要不重要？真正，你要看林中山水里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听经闻法，无非就是要让我们讲修，慢慢离开随众随念随喜，达到随愿。我们上课就是这样嘛，好，那在这样当下，你要走的时候，你看你多自在，所以国凯法师这样讲呢，就是说没有修行的我们在临终当中，我们去帮忙他，为什么我们浅显会不知道？其实就是没有上这个课，没有学啦。只有学到顿悟法门，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真的很重要啦，让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其实我们在修行当中呢，就是在摒除随众随念随喜，最后都能够随愿，愿力才能成就，没有愿力你没有成就。各位浅显，今天就是有愿意你才会来，对不对？你上这个课，增长你在佛学方面里面的智慧，而从你的心开始，你在这当中你就福慧双修，慢慢的，我们是不是都学习？以少三心为事上，那个是不是放下？无过去心、现在心、甲未来心，爱无人上、我上、众生上、甲受者上，是不是都是放下的？所以《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要让我们达到空相嘛，空相就是我们清净自在本来的面目。那你就有很多你卡住者世俗人还能有够俗气，我们就是要摒除这个俗气，也当成为圣贤仙佛的那一种的气质。你在这里要听经闻法，就是要重新开始去改变、去修、去办，然后去成就。你看你在最后，在那个六祖坛经，我们六祖要走的时候，是不是何等的自在？他知道某年某月某日他要离开了，他会不会有这山水？没有啦，所以真的要修行，我们也感谢天人师德，让我们顾家庭，而且又可以修行。不用遁入空门，不用再去深山古刹，这是天使的应运啊！我们要好好把握。好了，不要再讲了。或许在这里感谢我们崇辉领任以及我们那个处长今天给我们提供这一些，其实我们了解以后，我们也协助需要的人，让他一路好走。祝福大家身体一定要健康，盛晚如意，感恩。主讲的是前远东大学教授人，有些博士人，有些为了修道辞掉教授的工作了，不简单哦。你看，智慧高的选择智慧，选择修行呢。你看那个，我从网络上看影片，现场直播的呢，都是资讯研究所毕业的，优秀。
电脑专场的硕士来帮忙做到场课程的直播呢，优秀优秀。